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中原地產西貢康湖居分享嘅 Ann Ho， 今日同大家嚟開箱一間真係唔上到嚟都唔知咁靚景嘅獨立雙連屋。我哋喺門口泊低車之後，轉過嚟就嚟到呢一個望住全個西貢市海景嘅大花園。呢度足夠容納可以做40-50人嘅 party， 或者鍾意做園藝嘅你。想像一下，我哋而家見到嘅只係2/3嘅花園，拆咗呢埲牆，仲會有一個更寬敞嘅空間。記住，啱啱你睇到嘅內籠只係呢一間雙連屋嘅其中一間。試想像一下，如果將兩間屋打通，佢嘅面積可以有幾大？同大家總括一下先，呢一間屋位處西貢半山，有小巴可以落到西貢市中心，而且係獨立屋設計，私隱度極高，價錢仲要好吸引。如果你有任何查詢，都係隨時聯絡我㗎。